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日来播起来了。我是今日的老师凯如老师，我来带领大家来好好运动。今日带领两只动奖的先生来向下听一道来好好运动哦。以下来听大家介绍一下两只动奖的老师。首先，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心仪老师。还有一撒动奖的老师哦，是我的左手边的建芬老师。今日凯如老师要带大家来做乜嘅？今日咯，我哋唔係坐到頂嘅吼，今日我就我到天台下。唔過天台下吼，你可以先看一下楊福卡哦。佢天台下有楊福卡有瑜伽墊嘛？喺冇瑜伽墊嘅話，你看楊福卡有卡盤到嘅嘅自白嘅嘛？你要保護好你自己的踝關節、跟人膝關節，我保護好，要膝頭啊，好，跟人腳身體健康，就是身體一個，就是我們人生一個最大的一個財富。可是我們呢，雖然運動是要讓我們的身體健康，不過我們基本的配備也要準備好哦。好，準備好瑜伽墊，我就準備好較好的自白嘅，迄副卡冇按用個神哦，我卡迄冇嘅法吼，看一下人副卡有個面趴冇，面趴等佢對折，較盤對位面趴啦，那你對折才會有空間哈。等下對折以後咧，等下不用到廿七。給七條嘅下背，保護一下你的膝關節。好，準備好了，今日就來開始了。今日呢有2個坐姿，你可以去做選擇。假使講廿七條，冇講廿腳踝哈，頭擺有收夠上，冇就講按你開燈的時候會比較不舒服的同學，你就按你抽就好誒。好，你就按你抽。嘿，你真係尋到嘅乜個東西嘅發有冇？冇你就抽到燈的紅就好誒。好。準備好了，我來踩金剛跪姿。後邊兩個老師會面對面，給今日凱如老師就按你坐凳，按你睇家長看得到。好，金剛跪姿有乜好處呢？金剛跪姿按你坐凳的時候呢，是伸展你的大腿的正上方。這個大腿的正上方，中醫來講，這個是胃部的經絡。嗰時候講假使哈，平常你會吃到講胃脹氣啊，你吃飽飯就可以把你的大腿的上方輕輕的捶一捶，它可以改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覺。你按你抽哈，有個重點哦，你還吃到講廿七條，某就廿給腳踝這邊不太舒服的話，不要去勉強自己哦，你就做回去剛才那個原本的動作就好了。任何的動作都不要去勉強，某的話會容易會造成運動的傷害。抽好了，就要準備來開始今日的動作了。一開始聽下背囊打側。好，背囊係打側的哦。不過等一下我們要去做脊椎延展的動作，所以我們會側邊。好，然後在這裡呢，我們把身體側邊之後，讓你的膝頭要兩片上，看看打開來，打開來以後呢，讓數到前面，慢慢呢到前面，各位聽下額頭，變到天來下。都係第一個假使人師傅冇辦法變到人腳掌嘅話，你就聽人腳掌打開了一系列，腳掌打開了一系列就好誒。聽人數神車，聽人額頭變到天下下。好，以下咧，你都知道人肩頭係變強壯嘅哦，人背囊係變強壯嘅哦。好，準備好了以後呢，兩隻手到前面，等一下要做一個叫做貓式的基本動作。各位都要在下一個吸氣的時候呢，讓你的鼻子在2隻手的中間。我們回到貓式的基本動作。好，要在兩隻腳，因為你剛才骨麻葉關係，嗰種打到較快，以下呢，同隻腳稍微收起來一點點。好，還有重點哦，你的肩膀的下方就是你的手腕，嗰時候你數摸按前面，摸都按後背的地方，然後吃到你的肩膀就是在你的手腕的地方。好，都要等我一下，我要去後面去調整一下後面的老師哦，都要等我一下哈。好，大家有重點的哦，你看一下哦。讓你的肩膀在你的手腕的下方，嗰個野位的地方哈，莫跌下來，你跌下來的話，你的翅膀就皺出來，你的肩胛骨就提起來了，就變成你的肩膀就聳肩了。嗰時候都要對位，然後吃到你肋骨係內縮的，但是冇胸斗又變拱背了，所以你的腰背是呈一直線，然後這裡鎖骨的地方來出了一些些咧，你背囊就動講脊椎的延展。
好，脊椎的延展，这样子是很舒服的哦。力量不是都在你的肩膀，如果你的力量是在肩膀的话，你会知道你的手腕会不舒服，也得会某力量会多耐，就会多压压舒展，也得会，或者讲舒展会不舒服。好，对，得还有一个重点哦，要头拿哈，对，得像老师要得按你角度就懂讲，要个头拿哈，好，帮我看一下肚脐。头拿莫按你跌下来哦，头拿莫跌下来，跌下来你的脊椎就没有延展了。嗰时候你的头拿会来一来，目主看着两只树长的给中间的那一个位置，都在准备后诶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做一下润滑脊椎，做猫式拱背的动作。好，要老师等下的示范哦。从你的尾骨好开始，慢慢的往上，好，再做慢一点点哦。好，慢慢的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背弄拱到胸。轻狗的地方的时候呢，让目主看到让肚脐的 V。好，要做吐气的时候，没用哦，从你的尾骨往下，好，跟着我的手走哦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然后让你的眼睛看向前面的位置。我们再来练习试试看哦。好，老师跟着我的手走，让你的尾骨卷，我的手还没有到那里。好，再让你的腰往上。胸往上，一节一节的往上推到最多的时候，让你的眼睛看向肚脐的位置，你的背就像一个生气的一只小猫咪一样，做一个拱背猫的动作，肩膀不要耸肩，要肩头莫缩起来哦，因为唔咩一定会缩起来，嘿，你压撇，你就向下压肚子下部，不用再动踩这个球的，不用压给下部，肚子也要提防啊，我说压。也背弄我拱起来，拱呀都是我揪起来这种感觉。好，再来听呀，也会跌下一，不用下一，呀脊椎骨一节一节的往下放，目主看到前方。目主看前面的时候，让你的脊椎再去做一个延展的动作。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，让你的尾骨卷，然后你的身体一节一节一节的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推到最多的时候呢，要伸展这个颈椎的这个地方呀。脖子的这个地方，这时候你的眼睛会看向肚脐的位置。好，再一次让你的臀部往下，对，慢慢的吐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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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然后在这边让你的臀部做回脚跟，我们来到了大拜式，额头扣在地板上。好，身体放松。这里也有重点哦，记得了哈。你现在吃到公鸭手腕不舒服，或者是会觉得说你的肩膀很酸，表示你刚刚在做动作的时候呢，你肩头冇不用下来，冇会发觉你心关节安尼缩的呢，反而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。反正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天天的做，慢慢的做，唔是急。你会吃得够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你的呼吸带着你的身体在启动。一回是可能感觉不到，不过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慢慢的你就会找到那种感觉了。好，我们刚刚是做脊椎一个润滑的动作，按摩到整个脊椎骨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后背的延展以及后脚的伸展的一个动作。好，等跟好来了哦，用竖黑伸直的，然后我们要做猫式的基本动作。所以下一个吸气，让你的鼻子在两只手的中间，回到猫式的基本动作。对，很好。把气吐干净，去感觉到你的肩膀的下方就是你的手腕骨，然后你的肩膀不要耸肩，很好。然后呢，让你的脚趾尖踮起来，脚趾尖踮起来，好，让膝盖轻轻的离开地板。好，很好，我们先在这里咯。然后你再试着咯，腾下师傅耸胸天，推向天的位置，对，很好，背还没有往下压。然后在这里啊。脚摸跟膝头摸一下就省车，你看一下膝盖先弯曲，让这个臀大肌先知道你准备要工作了。臀部朝向天的位置，对，膝盖还是保持着微弯，然后要在脚啊，要稍微把它颠高一点点，去让你的前脚掌的地方感觉是踩在地板上的。臀部朝向天的位置，然后你的10只手指头扒在地板上，像吸盘一样，手掌推的力量让你的脊椎再往上延伸。往上延伸，这时候它伸展的点是在你的下背，以及到你的臀大肌以及脚部的伸展的这个地方哦。好，你可以吃到有空间的同学在这里哦，你试着帮我的脚跟往下踩下去，脚跟往下踩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再让你的脊椎再往上延伸，肋骨内收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在这里停留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的把你的头抬起来，然后让膝盖跪地，臀部做回脚跟，大拜式放松调息一下。
对，很好。好，我一下转到 V 的红了。好，就在这里拱腰拉背，把身体往上带起来。好，把气吐干净。好，给面的后背用在老师的示范的很好，也是做的非常的标准哦。可是以上呢，我们刚刚几个动作在家里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做，不要急哦。你就会发现，呀背呢，动胸不会再按你拱拱了，你会发现呀背呢做到抬头挺胸，你的肩膀会自然的打开，你的脊椎之间感觉是整个是拉长的。各位嘞。你嘿平常容易水肿啊，脚会按你中有没有？懂你按你觉得脚胀胀的不舒服的同学啊，当你去做腿部后侧延展的动作的时候，你不会吃到压脚啊，唔会从头发按你重点的用诶，你会知道压脚变得很轻盈哦，走路会有风哦。好，给下的今日好好运动就都要得了，下次再见，张磊了。